剛需買樓必睇呢9句說話，如果你唔聽，你會後悔一世。第一點，買樓千祈唔好諗住淨係自己中意，起碼有7分要考慮你住得舒唔舒服，3分就要諗下將來嘅流通性同埋變現能力啦。第二點，剛需買樓一定要揀性價比，千祈唔好執着一步到位，性價比先至係重中之重。一次過買到心水單位好難，而且人生階段隨時會變，單身時住細單位就夠用，結咗婚生仔就需要大啲嘅空間。與其超出預算買終極樓，不如揀當下合適，將來易轉手嘅，慢慢升級更實際。第三點，幾時先係買樓嘅好時機呢？只要你有實際住屋嘅需求，月供有負擔得起，自己又有買樓嘅意欲，呢個時候就啱啦，唔使等到所謂最低位先至嚟入市。市場好難預測，只要你符合呢3點，就係入市嘅好時機。第四點，樓同人一樣，冇十全十美，無論朝向、樓齡、設施，多多少少都會有瑕疵，但只要個缺點唔影響你日常居住，其實都值得考慮。第5點就係我成日同人講，揀地段真係好重要，寧做鳳尾不做雞頭，寧願揀好地段嘅細單位，都唔揀差地段嘅大單位，地段先至係王道。第6點，唔係所有戶型都值得考慮，剛需買樓超高層大戶型嘅，例如170平啊、200平呢啲咧，千祈唔好掂。同埋細單位30平、40平咧都要謹慎，因為呢啲將來好難出手。第7，買樓前先問下自己，買樓跌咗你頂唔頂得順先？如果將來層樓跌咗半成、1成，你會唔會失眠、心噏噏咁咧？如果咁的話，不如唔好買啦。剛需買樓自住唔係投資，平常心對待就得啦。第8點，供樓千祈唔好影響自己嘅生活質素，供樓最好唔好超過入息嘅4成。如果供樓之前你日日大魚大肉，供樓之後你日日捱饅頭咧，咁又何必咧？咁不如先租住樓先，等自己個經濟好返啲先至再打算啦。第9點，經濟始終係有週期嘅，樓市自然會有升有跌，呢啲都係好正常嘅樓市規律。唔好因為一啲波動而驚青青，亦都唔好盲目去追高或者過度恐慌。只要揀啱自己嘅要求，負擔得起嘅單位，長遠嚟講先至係穩陣嘅選擇。好，今日講到咁多，如果大家想知道中山珠海樓市最新嘅資訊，記得關注我。